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6号，公元2017年3月24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参加国际佛教会议；近期西藏境内又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流亡西藏人民议会表示与境内藏人同心协力，和衷共济。西藏人权状况受到日内瓦联合国关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期对印度比哈尔邦、中央邦和北方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后，于本周二3月21号返回达兰萨拉。在访问期间，于3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印度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市的拉杰吉尔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佛教在21世纪中的相关性、其前景与全球挑战为主题的国际佛教会议，并为当天的会议开幕式进行了揭幕。印度旅游与文化部部长马赫什·谢尔玛陪同尊者一起出席了该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在开幕式致辞中称自己为印度之子，对印度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了解，并获得印度丰富的古老知识教育，以及对古印度论师表示敬意，同时赞赏印度为恢复佛教文化付出的努力。国际佛教会议由印度文化部和位于比哈尔省纳兰陀的纳帕达纳的大马哈维拉大学主办。随后，因印度中央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位于博帕市的中央邦议会，并发表以幸福的艺术为主题的演讲，呼吁印度政府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除物质发展外，还要加入精神领域中慈悲价值的课程。同时，尊者还赞扬了不同信仰在印度和睦共处的这一良好风气。尊者在发言时赞扬美国政府设立幸福部门，致力于确保民众的幸福感。同时也赞同中央邦首席部长西夫拉杰辛格乔汉也构想在中央邦设立幸福部门。当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中央邦德瓦斯地区特纳尔村出席由中央邦政府发起的保护纳尔马达河工程环保活动。尊者在该活动中演讲时指出，印度的繁荣取决于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而不是发展大城市。印度应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西夫拉杰辛格乔汉和中央邦议会议长瑟瑟兰夏尔马等政要一同出席了该活动。与此同时，3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位于印度北方邦马图拉地区的斯里兰卡卡尔什尼阿什拉姆印度教寺庙。尊者受到斯瓦米卡尔斯尼马哈拉杰大师等许多印度教高僧的热烈迎接。此外，另一则消息是，3月18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一名叫白马坚参的藏人在西藏东部康区娘荣县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措卡寺附近为抗议中共当局而进行自焚。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赶到现场，带走了他的遗体。有一段境内传出的视频显示，有大批警察在自焚地点附近出现。据消息人士称，白马坚参在自焚时高呼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口号，被当地公安带到成都的一家医院救治，认为目前还活着。据悉，自焚藏人白马坚参是一名未婚农民，家里有父母和4个兄弟姐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回应自焚事件时表示悲伤，并敦促中国政府重视西藏人民的呼声和真诚的愿望。
这是兴隆县发生的第2起自焚事件。2016年，18岁的格桑翁堆在兴隆县另一座寺院附近自焚身亡。这也是2017年发生的第1起自焚。自2009年起，截至目前，西藏境内共发生了146起自焚事件。紧接着，上周二3月14号，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3次会议开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在开幕致辞中，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恢复西藏自由和世界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和坚定支持。议长对西藏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间的对话迟滞不前等现象表示不满。会议一致通过了境外流亡藏人与境内藏人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决议。会上还对去年12月西藏马曲县自焚的塔什拉本腾烈士表示哀悼，并其对家人表示深切慰问。本次会议主要审议藏人行政中央2017至2018年度财政预算，会议将于2017年3月25号结束。与此同时，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始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法国、德国在内的驻联合国代表再次谴责中国无视国际人权准则，对包括西藏和新疆在内的人权问题上存在广泛的侵权行为。代表们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对维吾尔人、西藏的维权人士以及对律师进行任意逮捕、拘留和定罪表示强烈关切。欧盟特别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拘留的西藏维权者31岁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先生。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达瓦次仁代表受威胁人士协会就中国当局压迫西藏宗教案例做了2分钟的表述。他呼吁联合国要关注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遭大规模拆毁和大批僧尼被驱逐的事件。此外，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先生在年度报告中针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限制表示关切，并表示将同中国进行重要人权问题的有效对话。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晚安。